一、二、三、四，有人放烟花，有人追晚风，借一缕时光，碰一片星空，听一听，等一等，别匆匆。造梦者造的好梦，值得我承受。停停，世界正与我聪明，也正与我来听，赠我万万亿美元。也正与我惋惜，赠我一场病，又漫漫春雨要风铃，赠我一场空。嗨，大家好，欢迎光临岳云爱唱歌音乐教室，我是岳云老师。大家好，今天要介绍大家的这首歌是这个王菲今年度的新歌2025年1月24才发行的这首歌《世界赠予我的》这首歌很好听，再加上王菲清亮的歌声更好听。刚才是我了月除太跑这个也唱了一小段，介绍给大家。欢迎大家呢，先到 YouTube 频道去欣赏一下王菲的演唱，再回来学习我们这首歌，那自然就更有 feel 啦。来给大家介绍这首歌，这首歌作词的是袁晶，作曲的是曹正杰，这是一个 B 大调那个我们看到这边左上角这个歌谱左上角在1等于 B 那就是你找到钢琴上 B 的这个音弹下去呢要唱哆不过岳云老师的 key 没有王菲那么高，我刚刚唱的是 A 大调，那就是什么 E 等于 A 就是 A 的这个音弹下去我要唱哆来，那这接下来我们再看这个歌谱呢，回到歌谱，它这里写4/4那就是告诉我们这是个4/4拍子大家读这个符号的时候要从楼上读下来，4/4拍子因为楼上有时候不见得是4，也有可能是3，如果是3的时候，那它就是华尔兹的节奏这个是4拍子的节奏呢，一小节有4拍。下面这个4呢，告诉我们4分音符当做一拍，4分音符长怎么样子？请讲往右边看，右边黑色的豆豆还有一根棍子呢朝上，这就是4分音符，等于62。好，这一串数字在表达什么？1等于 B， 告诉我们找到 B 的这个 key 弹下去要唱哆，所以这是 B 大调要唱多高？B 要唱哆，要唱多快呢？4分音符等于62，1分钟62拍，那就跟1秒钟差不多，对嘛？没错。好，来，我们就来进入这个歌谱来我们来唱这首歌来。来，我刚刚唱的是 A 大调，哆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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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瑞瑞咪嗦2，哆瑞瑞咪嗦2，拉哆瑞哆哆咪2，拉哆瑞哆哆咪2。有人放烟花，这个花不要小看这个字，花，请把你的嘴巴张大，口齿咬字清晰，哇，这个声音往头上去不然它就会掉下来哦。有人放烟花，有人追晚风，风它的尾音是什么？我们唱歌不只是唱歌，还要把收尾音。花，它的尾音是那韵母是晚风，它的尾音是来，从头。有人放烟花，有人追晚风，发咪啦哆哆儿，发咪啦哆哆，借一缕时光，
借一缕时光，时光的时呢，时拉多有个滑音拉在这里，请带进来。借一缕时光，瑞咪发嗦咪，瑞咪发嗦咪，碰一片星空，碰一片星空，借一缕时光，碰一片星空，哆西哆西拉西，哎，哆西哆后面还要延长一拍啊，西拉西后面也延长一拍来，哆西哆西拉西拉哆咪，好来，再来一次，哆西哆西拉西拉哆咪，听一听，等一等，别匆匆。哎，这一句就已经有头顶上有一点点，有一个点的音了，表示什么？有高音的地方。这个音呢，停一停，哎，哆西哆啊，这个请大家在唱这个头上有一点的这个音的时候，肚子一定要 hold 住啊，一定要 hold 住啊，憋住气啊，憋住气，就像你在憋住气那样，肚子啊是停一下的，停一停，等一等，别匆匆，这个匆也是啊，你一定要肚子停一下啊，用肚子的力气呢，用腹部的力气啊，帮忙把这个音带上去啊，嘴巴张大，这个声音就会往头顶去，再别匆匆，才不会这个冲很冲啊，太冲太硬了啊，来。听一听，等一等，别匆匆。二停，哆瑞咪瑞咪西西，哆哆二三，哆瑞咪瑞咪西西，哆哆二三。造梦者造了好梦，值得。造梦者造了好梦，值得二三嗦发瑞咪瑞，嗦发瑞咪瑞，我称颂，我称颂。前面那一句来，哆瑞咪瑞咪西西，哆哆二三。嗦发瑞咪瑞，停。造梦者造了好梦，值得我称颂。好，来，接下来呢，颂二三四有4拍，接下来停停，哎，才下副歌，咪嗦咪哆哆。咪嗦咪，好来，你看来世界来，咪嗦瑞哆哆，咪嗦咪，哎，我们要进入副歌之前，我们先来把主歌给它再唱连起来，来，有人放烟花。有人放烟花，哎，记得花嘴巴要打开，声音往头上去。有人追晚风，借一缕时光，光光要把这个字呢发音咬字完全的念完整，光光好，来接下去，碰一片星空，听一听，等一等，别匆匆。造梦者造了好梦，值得二三我称颂。停停，咪嗦瑞哆哆，咪嗦咪，咪瑞哆哆西哆。来，再一次来，停停，咪嗦瑞哆哆，咪嗦咪，咪瑞哆哆西哆。来，停停，
世界正与我聪明，也正与我来听。来，再来一次，来，这个要注意，就是也正与我的也，前面要停3/4拍，所以这个也呢，也超短的，只有1/4拍哈、停，也正与我来听。好，再一次从前面这一句来，咪二，世界正与我聪明，也正与我来听。好，这个正我后面这里要停半拍，哆嗦咪咪咪哆嗦，哆嗦咪咪咪哆嗦，再一次来停，哆嗦咪咪咪哆嗦，停，正我弯弯一枚月，正我弯弯一枚月，停，咪发咪发嗦拉哆瑞二，停，咪发嗦拉哆瑞，停，也正与我完心，停，也正与我完心，嗦咪咪嗦咪嘞，嗦咪嘞，这个正我一场病，这个场是低音的，中音的啊。你看头顶上没有点，可是病呢，病头上有点，所以要跳高7度。同学笑我说：“老师哦，你的数学不错呢。”不是啦，同学，so mi mi 啊，如果 so mi mi 啊，那就是8度，对不对？那 re 还差1度才到咪呀，那不是7度是什么？不是我数学好，这是常识。来继续，so mi mi so mi re， 哆哆 re mi 哆哆 so la so， 哆啦哆嗦哆嗦，咪发发咪瑞咪嗦哆瑞哆。好，来我们看一下这个正我一场病呢，嗦嗦咪咪嗦咪瑞，哆哆瑞咪哆哆嗦啦嗦，咪哆哆嗦啦嗦，咪哆哆嗦啦嗦，咪哆哆嗦啦嗦。这里风铃这里啊。又慢慢痊愈，摇虽然它连过去1/4，可是事实上这个风铃这个哆嗦拉嗦是个一拍的4连音，但是第一个音呢被前面这个摇连走了，嗦拉嗦，嗦拉嗦，所以这里这个被这个摇稍微又延长了1/4拍，马上风铃来。正我一场病，要慢慢痊愈，要风铃，那哆嗦哆嗦啊，正我一场空，咪发发咪瑞咪嗦哆瑞哆。正我一场空，又渐渐填满真感情。唱到这边第一遍就唱完了，接下来是什么？接下来是间奏4小节，然后反复要反复。好，来，在反复之前，我们先把副歌给它连起来唱来。1、2，世界正与我聪明，也正与我来听，正我弯弯一枚月，也正与我完心，正我一场病，又慢慢痊愈，要风铃，正我一场空，又渐渐填满真感情。1、2、3、4，2、2、3、4、3、2、3。接下去我们要唱第2行哦，2、3、4，
有人唱情歌，有人听晚钟，皆是朦胧，情意片翻涌，追追赶一赶，情正浓。第二遍呢我们现在是反复嘛，唱第二遍就要唱这里哆瑞咪瑞咪哆嗦，哆瑞咪瑞咪哆嗦，好故事眷顾好人，好故事眷顾好人，嗦发发瑞咪瑞，天使的恩分咪发瑞。嗦发发瑞咪瑞，嗦发发瑞咪瑞，天使的恩宠，天使的恩宠的恩有两个音。好故事来，好故事眷顾好人，天赐的恩宠。停，世界正与我拥有，也正与我汇集，正我小小一扇窗，也正与我无定，正我一个命，又渐渐长大的年龄，正我一首诗，又就要换第二页了。好，来，我们把副歌来在这个刚才的第二行呢再唱一遍。有人唱情歌来，1、2、3、4。有人唱情歌2，有人追晚钟对不起，有人听晚钟2，皆是懵懂，听一片翻涌，追追等一等，情正浓。先把它拉好来。好故事照顾好人，天赐的恩宠。停，世界正与我拥有，也正与我汇集，正我小小一扇窗，也正与我无定，正我一个命，又渐渐长大的年龄，正我一首诗，我们就要换下一页。好，来，我们把它拉啊，发发瑞咪瑞，嗦咪瑞哆，发发瑞咪瑞2，嗦咪瑞哆，悄悄读得很安静。悄悄读得很安静。来，我们接下来呢要看25小节这一段呢跟我们的主歌呢很像，但是不一样我没有说完全一样，对不对？我说很像，对，这个很像。来，哆瑞瑞咪嗦2，哆瑞瑞咪嗦1、2，拉哆瑞嗦咪2，有人要回望，有人要重庆，再一次，有人要回望，有人要重庆，发咪拉哆哆，瑞咪发嗦咪，借一朵白云，白有滑音啦，请带进来。借也有滑音，借一朵白云，
拍一张合影，合有花音，来再一次。借一朵白云儿，拍一张合影。哆西哆西啦西啦哆嗦，想一想，问一问，莫打听，想一想，问一问，莫打听。听哆瑞咪瑞咪哆嗦，发嗦发发，瑞瑞咪瑞哆。哆瑞咪瑞咪哆嗦，发嗦发发，瑞瑞咪瑞哆。远去者去了远方，远他都惋惜。远去者去了远方，远他都惋惜。停，唱到这边呢，这首歌就唱完了。这就是今天介绍给大家的这首歌呢世界赠予我的赠予我的这首歌呢第一段这个主歌主歌有2行，副歌也有2行。主歌第1行一直唱唱到这个主歌结束呢值得我称颂。来停2拍接副歌，副歌又唱渐渐填满真感情。好，来间奏4小节反复来反复怎么样反复要唱主歌的第2行。有人唱情歌，有人听晚钟，继续又唱到这里这个追一追，赶一赶，情正浓。来，请跳高帽子2，好故事眷顾好人，天赐的恩宠。然后来接下来接副歌再停2拍，停是副歌第2行。世界赠予我拥有，也赠予我回敬。又唱到这里呢，赠我一首诗。又来，请跳第2页，悄悄读得很安静。最后面又有一段主歌3要有主歌3，主歌3唱完这首歌就结束了所以这首歌呢，并不是主歌加副歌，主歌加副歌，把副歌又重唱也不是哦。主歌加副歌，间奏4小节，再来主歌加副歌然后再来呢，要把主歌主歌3。主歌1、主歌2、主歌3又唱一遍，这样就结束了这就是今天介绍给大家的世界赠予我的王菲2025年的新歌很抱歉，岳云老师唱的不好听，请欢迎大家到 YouTube 去欣赏一下王菲的原唱那当然就很过瘾啦再回来学习这首歌就会比较有 feel。来，岳云老师的这个教唱的频道呢，有赖于大家的支持，欢迎您订阅、按赞并打开小铃铛，要记得哦打开小铃铛。好，我们下次再见，拜拜。